係1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咧，內欄位置超步速啦，中間紫衫嘅第3位有勇威神驅啊，內欄第4嘅超步速，中間第5啊聖多多啊，第6位橙色眼罩電信驕陽啊，內欄第7有星光快驅，後啲嘅馬盈影飛馳加州得力，尾3快樂之友，尾二建策精英響後邊，仲係白衫白帽嗰隻金匯千歲，最後直路啦，聶寶勤就佔先少少嘅，見到易宇陽明兩匹馬拍住嚟鬥緊㗎啦，串內欄上有星光快驅，唔係好夠位喎，呢個時候聖多多亦都追上嚟，最出啊仲有隻加州得力啊，最後100零米，聖多多佔先咗，沿欄上嚟有呢隻星光快驅，接近終點聖多多，咁啊啱啱終點前到先啊，內欄位置星光快驅追咗上嚟，至於第3名嘅馬聶寶勤、易宇陽明都相當接近啊，結果今場賽事揈出嚟衝呢就好啲喎，呢隻聖多多咁啊終點前力壓埋邊曾經塞過車嗰隻呢星光快驅，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啦，聶寶勤、